目视前方。怎么回事？这怎么跟我的剧本不一样啊？他不是应该问一下我们是不是不舒服吗？这怎么身子改剧情啊？哎，要不你加戏？也行，你配合我一下，给我个表演指点。OK。哎呦！这垃圾姐，疼死我了！怎么了？报告教官，我们肚子疼，好像吃错东西了，而且好像有点中暑，头晕。吃错东西了，蹲一蹲就好了。教官，我还想上厕所。邵范舟，到，过来一下。学校一再强调，军训期间要跟同学搞好关系。可这两位同学这个妆，简直是在考验我的智商。你来处理一下吧。报告，请教官按照军训规章处理。那好，那就10分钟恢复人样，30个俯卧撑。你来监督。是。30个俯卧撑怎么做呀？咬着牙做啊。不行，我等会一定要搞定这个师兄。你等会配合我。你算了吧，我一开始就不该听你这个馊主意。这准备好了就开始吧。哎呀，师兄，让我们少做几个吧，我们保证再也不敢了。不行，师兄，你别这么不近人情嘛。我数到3开始，1、2、3。还要1、2、3。不是休息时间吗？周晓去哪了？17、18、15。不行，要上药馆悉听正院吧。已经做一半了，加油！你要是做完了，我把罗威给的番薯汉语全部都给你。真的不行了，你就算现在给我人参果，我也活不起来。可不可以让我替他做完？他们俩的我全包了。50个够不够？哎，你别捣乱，快走！蔡老师，你这出场果然不一般，拿了计算机大奖的人真是不同凡响。那我再多送你们几个。你这样，并不会对他们的惩罚有任何帮助。18，等于白费力气。20、21。都是同学，没必要吧？23。这是原则。24、25。周晓，你说他们俩会不会为我们打架呀？从来没有男生为我打过架。哎呀，你快闭嘴吧！请全体同学马上到操场集合。27。请全体同学马上到操场集合。哎，集合了，蔡大哥，你快走吧，我都快数完了。28、29、30，做完了。唐辽也做完了，他跟我一起做的。归队吧。谢谢。哎呀，
走，快睡，快走！徐阳再见啊！